和前女友调停，还要汇报一下唐敏熙。有什么好笑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笑了，不笑了。你说那个东西啊，叫安全拦截软件，他肯定在你们家的时候悄悄动过你的手机，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。所以你一打电话给他，他第一次只要不接，第二次你再打就直接转到唐敏熙的手机上了。那怎么办？这次唐敏熙绝对气疯了，你还是先躲几天吧。那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？好，那我试试吧。不过这种事儿我可不敢打保票啊。行，听着吧。魏俊阳的一番话，真的把我搞得毛骨悚然。爱宝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为什么要把我的电话转移到唐米熙那儿？难道他那天那个手势是想告诉我她已经怀孕了？李轩，你这个混蛋！Go to hell！你说那个东西啊，叫安全拦截软件。他在你们家的时候肯定悄悄动过唐敏熙的手机，然后再把你的电话给拦截了。所以你一打电话给他，他第一次只要不接，第二次你再打就直接转到唐敏熙的手机上。整件事来得太突然了，我真的需要整理一下思路了。Just don't understand. Just don't get it. Is he serious? Just makes me so angry. I just don't get it. 我不明白 ，You know, I get it. 是我喜欢他，是我主动追他的，但他什么意思啊？还弄出一个孩子来？孩子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你消消气儿，别生气了。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来呢？那女孩是个精灵鬼儿，也许她就是故意骗林逸轩，结果把你给骗了。我向你保证，这绝对是个误会。没错，是误会，但不是我误会他。也不能这么说。你们俩好之前，他早就跟那个女孩断了，这个我可以担保的。